那要对抗这个武汉肺炎呢，运动会使增加免疫力，这就有影有效。高雄一个40岁查甫人去健身房做运动，伊咧做挺举动作的时，伊紧开咧做胸呢，胸坎疼甲挡袂牢，昏倒在地。送到病院去诊断是主动脉，也就是大条血筋剥离。医生呢，透明为伊做14点钟的手术，才救回一命。医生是听说讲啊，做这款的重量的训练，爱控制好你的血压。健身教练嘛表示讲啊，挺举你做的时，唔通硬紧开，爱调节你的喘气。挺腰举落去，搁徛起来，袂少人到健身房运动，拢会用挺举来锻炼身体。不过你若有高血压，做这项运动爱特别小心。高雄一个40岁查甫人有高血压，伊伫健身房内面做挺举动作的时，紧开出来伫做，想不到胸坎足疼的，当场倒伫涂骹。经过诊断是主动脉，也就是大条血筋剥离。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，血压会更高。那更高的话，主动脉内膜就有可能破裂，因为压力高就有可能破裂，那都造成剥离。健身教练讲，做挺举运动的时，调气真重要。注意的是，我们的吸气、吐气的呼吸技巧，或者是动作的负荷。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话，需要时刻去注意自己身体的状态。运动对着身心的健康有帮助，也过提前相亲。做高强度的运动的时，一定要特别注意本身的身体状况。上界要紧的是，一定要有专业的教练伫边仔指导。